澳門佛教永善蓮院自第一代祖師釋寬正、釋寬真建立後，傳至第二代祖師釋宏志、釋宏月。因大師傅釋宏志生病，他與二師傅釋宏月商量後，在1998年成立蓮院理事會，並將蓮院物業轉歸蓮院理事會名下營運及管理，並終止原子孫道場制度，改為十方道場制度，希望以此政策確保蓮院的接班更替。蓮院以此模式一直營運至2007年。二師傅釋宏月亦因病於2007年8月1號圓寂。圓寂前留下心願，希望蓮院理事會可把殘舊的蓮院重建，因此蓮院理事會於2014年啟動了重建工程，並於2019年完成重建。在2008年，即二師傅釋宏月因病往生後的一年，卓幸之即係釋為之，懇求蓮院理事會安排他出家，最後得到一位法師答應，並為他剃度。大惡人卓幸之便一下子變成了大惡尼釋為之。現在回想起嚟，卓幸之係處心積慮實行佢霸佔蓮院的計劃。在2007年，二師傅釋宏月病重時，有一位女性出家人釋宏修一直近身服侍二師傅陳少平，即係釋為心。呢個不忠不孝徒弟，在二師傅生病時話要讀書，從來冇返蓮院服侍二師傅。現在知道二師傅就嚟圓寂，就突然返嚟蓮院。理事會當時都俾機會陳少平，即係釋為心，俾佢返嚟蓮院做常住。但係卓幸之，即係釋為之，在釋為心做常住期間，不斷向理事會督釋為心背脊，講佢壞話，最後搞到釋為心離開蓮院，自己建立圓覺精舍。卓幸之，即係釋為之，在未得到蓮院理事會批准同意下，私自搬入蓮院居住，又向善信講大話，單方面講佢自己已得到已圓寂的元西法師批准佢入住蓮院，實行以租霸形式侵佔蓮院，所以蓮院到現在5年嚟都未曾開光。卓幸之，即係釋為之，又向公眾講大話，話佢自己係蓮院住持釋宏月師傅，即係二師傅，在生前話要將蓮院傳俾佢。呢個直情係大妄語，因為二師傅往生時，卓幸之都未出家，二師傅點會傳俾佢呢？正所謂輪到邊個都未輪到佢啦，因為要進行重建工程，原本供養在舊蓮院內的先人蓮位，得到氹仔菩提園答應全數先人蓮位可暫時供養在菩提園內，但卓幸之約於2020年對善信說菩提園向佢表示，呢啲蓮位放在菩提園供養咗咁多年，你再唔搬走所有蓮位，我就一把火燒咗佢。現在回想起嚟，其實係卓幸之安排私售蓮院資產及虧空公款的第一步。因為蓮院理事會查證菩提園，菩提園表示從來冇咁講過。卓幸之，即係釋為之，向善信說佢自己得到佛教總會某高層意見，可出售蓮位，又將原計劃開放給善信中福結緣的小佛像，私自定價1萬元向公眾出售。他又假造收據欺騙公眾，涉及約共4到500萬巨款。現在巨款不知去向，但佢唔知自己已經犯下的嚴重刑事罪行：第一，偷賣蓮院財產；第二，造假文件；第三，非法集資；第四，涉及洗黑錢。卓幸之，即係釋為之，又同人講，如果我爭唔到蓮院，我就將蓮院送俾佛教總會某高層，實行一拍兩散。跟住聽下卓幸之自己講的真話。2020年擅自強行搬入嚟呢度，擅自強行啊！今年4月27號啊，理事會決議除我個名，經過施工商量好，12月初一，施工話12月初一到，我嘅擅自強行搬入嚟蓮院，係永善蓮院團體，係你哋10個人先係蓮院嘅合法財團，我就係非法。而家蓮院去到點啊？邪知邪見啊，邪思全部入晒嚟啦！呢度起好啦，我哋個祖先牌位搬咗去菩提園，講明係3年，借你3年，3年後你一定要搬翻嚟。起好啦，人哋話你再唔搬，我哋有一把火燒在你啲
排位。我而家全部做嘅事反連院、累連院，我犯咗戒，我做錯咗嘢，我應該